全国独轮车锦标赛，桃园中埔国小是常胜军，在短中长距离的竞速包办前2名，夺下10金6银3铜。征服了速度感，孩子们跃跃欲试，挑战花式动作。站起来请注意一下平衡，避免跌倒。好，再小心一点。平衡感不好，应该练不成吧？教练说是错误观念。他教的孩子很多就是平衡感不好，甚至不会骑脚踏车。把自己放在一个支撑点稳住，勇气才是关键。踏板一前一后摆好，高度适度调整。你如果跳得不够的话，会撞到。你一开始有害怕吗？虽然有，可是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扶杆慢慢练。慢慢练，从大圈圈到越来越小圈的高难度挑战，头难免会晕，心难免会怕，练习就能克服。它在骑乘的过程当中，就不断的提高你的平衡感。然后像我之前会晕车，结果学会之后不会晕车。绕过来啊！绕过来啊！绕过来，我这边啊，围着他。我们不挑的，只要他有意愿，我们就让他来参加。鼓励学生们都来试试看。担任教练的陈冠霖先自掏腰包买独轮车，再慢慢争取学校的资源。他说，有个体重超过100公斤的学生也学会了，喜欢运动了，远比只挑精英选手去比赛更有意义。我一开始本来就是为了运动，为了健康的目的。哦，所以我们说运通天神，运动健身，对身体懂后，对身体懂后，对身体很好。看着孩子们一直想挑战更多更难的动作，那股恒心、耐心和企图心，充满能量，在风中跳动。骑独轮车迎风竞速，在桃园中埔国小有这么一群不怕挫折的风中勇士。其实比赛成绩是其次，最珍贵的是他们脸上都散发了那抹自信光芒。运通天神，對身體懂好。運通天神，對身體懂好。